安南区红红里活动中心内底，真侪民众听到老师指导，一步一步制作防疫纱文，而且这纱文的原料是利用天然的精油来制作，不但造型古水趣味，阁真吸引人。在制作的过程中，阁有当暂时放下疫情，疏解身心压力。用香茅，还有5种的芙蓉啦、艾草这些精油萃取来做一下我们的那个粽子皂，那这个还蛮受欢迎的啦哈。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还有另外创一个叫生日蛋糕，那这个我们是用松饼跟这个草莓下去做的，当然就是它不是涂颜色，它是真的原色，所以我们会一层一层把我们的草莓还有我们的香茅，然后一起加进来，然后这些松饼也是模型，也是刚开发的一个模型哈。那我相信这个是刚好做成一个生日蛋糕最好的一个礼物，所以我们希望说用这个课程呢，帮助我们市民他们能够学这种课程。那今天我们在凤凰里课程，跟市政府呢合作这个8节课程哈。那我相信8节课程有16个小时，能够让学员能够学到想微型创业的啊，或者说他想自己有没有自己在家里做 DIY 疗愈。精神生计配合市府举办市民合营计划，结合社区开办时尚美学创意精油 DIY 课程。活动同工，区长叶志明、议员郭清华以及当地里长也拢到场参与，并感谢精神生计规划安的课程。在疫情期间，我们防疫的期间，能够提供这么疗愈的一个研习课程，自己做的香皂自己带回家欣赏，自己使用哈，尤其是配合我们的政府的一个防疫的作为，大家能够勤洗手，来戴口罩。感谢咱王丽婷老师咧今仔来到咱这个红红里来会当讲咧这个甲咱社区内底一寡学员咧来做一寡手工的肥皂咧这个样式咧非常的多非常的实用。这个拄好有这个机会，是搭配咱市民学院来做这个手工精油肥皂，而且拄好会当有这个活动会当做手工精油学以致用，嘛感谢咱市政府会当互阮有这个机会会当来承办这个活动。真侪参加学员拢是专家出动，在课程中不但会当学习到制作精油纱文，阁会当学习如何保养皮肤。使用又阁趣味的课程，拢互因感觉到非常的精彩。什么课程？哪个最吸引你？肥皂。怎么说？因为可以防疫，然后很漂亮。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的步骤学起来，回家自己做。他办这个活动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活动，我希望我们凤凰里的里民踊跃来参与。上课上到一半，精神生技公司的合作单位台湾中油也特别找来公司的品牌咖啡，请现场学员品尝，互这场活动有吃嘛有通耍。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